天作，观瓦八家天门城，三月来，金罗密鼓下尊标，请来了娘亲老太君，把阎王独居死期高。那天娘亲去官人，看出破绽心自高，上下同心，莫君查账连夜记你，趁早破阵，把圣权操，圣权操。下了方一马成都，破阵南杀杨延昭，如今日秋烟杀他死两将，妻子找寻，妻子找寻。前来破阵，莫管我踏了神兵，马英往我身兵踏中原境，把计九妹在索取陈母为娃，使我天朝大军按日停来破城。在哪里？
贤婿莫可再索取军粮，我了被莫桂英这个娃娃当派了啊！那你何故与众报名？小本官两次被莫桂英挑下马来，如今赔情上山。二姑们，上山赔情去了。那莫桂英果真有如此厉害吗？厉得很呐！莫桂英不愧是将门之恨，借军粮身中宝，破于城门，取了兵不敌人，许他侧身，秦王山贼去团球。三弟与我陪马上山。大哥，此去需要多带什么？事实不然，你我岂是那娃娃的对手？三弟，本帅此去非为教尊，而是请言。啊，大哥，你要去请哪个言臣？莫桂英。大哥，难道你还疯了不成？三弟，我却问你，三官儿子虽愿上将之中，交战马娘无你时候，可算二员护将。那么众报你，三官儿子是愿上将之中，他不输第一，也输第二。走哇！数一数二的堂堂副将，才那么贵的枪下北京的北京，爬城的爬城。此次看来，莫桂英可真是三观一起。少将军为营，少将军为营，少将军为营，庶民竞争。传记元帅，奏报军粮可能是属云为。兵无帅，军粮是所因为正在云王而应总报教令。奏报，听你三所言道，你怕人为敬，怎么今天会把军粮都运回来了？兵无帅，孩儿在莫口在陪那么归义，竟让身去了。亏你还有脸说出此话！这那么后来呢？那什么那的夸是，请无帅是才哎，大哥，恭喜你了，贺喜你了！这喜从何来？小本官在莫可在遭了擒了啊！那么贵可人一同下山而来，副帅。桂英与我两有情，儿昨自成了婚，愿定送娘同下山，三关空破天门。文字督军他人与黄情，一腔怒火胸中生。他说道：当今宋王太昏庸，奸人作祟乱朝廷。他说道：我家冤屈尚未遂，天涯报仇灭奸臣。也小心，他说他，那么贵他到底来是不来？他说道：时代中央天不服，杨家媳妇要破了兵。他说道：谢公愿破天门城府，仇不报，不归宋兵，他已画下破城图。
因他待在身边，那么他与你同来，他怕遭亡亲为孙，不愿同孩儿下山。这又为何？他是那中间不用士兵谈，三观他应了此王亲。听众把传来归隐的话。我也是喜来，也是惊。不愧我家中央，不愧杨家儿亲，真乃是要是王亲看我对，只有两茶早婚姻。都小奴才，你曾见早亲满了军纪，可知这是死才？大公，你就算了吧。小本官此去不但逃回了粮草，还给你娶了这样一个媳妇。何况此情与你二弟重婚，这犯了什么军纪？要治什么死才？去，像我杨延昭，身为三关一帅，岂能徇私枉法，听斩不少？大公，快在为你们上，就上了小本官吧。来呀！大公，大公，将杨忠宝推出营门后站。副帅，大公，副帅下了。副帅，副帅，大公，大公。二姑，带我去关请太君去，快去！听我上山，报与莫小姐自逃。杨延昭啊，杨延昭，你与我小心了。闻听宗保，保元门呐，张儿即是我老太君。老太君，坐下了，坐下了。老太君来了。母亲来了，儿拜见母亲。起来，起来。多谢母亲，替这宗保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他现在何处？方才与门娃后长我问你，宗保犯了哪条罪？引我放在辕门外。听他说两句莫可在，谁知他曾经去穷财，其中原因你可明白？更何况他还是个黑皮之辈。现在年19岁，为今
养家双后台，堂上生儿有不差。他在何才来几分天母亲言虽有理，可是不孝年早身为三官元帅，岂能徇私枉法？望求母亲谅解。你千岁驾到！参见千岁。你杨延昭，我来奉你。千岁，我的生你的儿正当年少，破了兵须靠他扶你金刚，因我国绑在那辕门之外，我问你他完了军阀那条。千岁，臣民忠报去所量，他不该莫可站在八秦营造。是今日强的压境我难保，乱情尽早情三才是本小，才望去马买多金，莫上了忙，愁贼笑。千岁，杀了忠报是玩笑，宋王爷将在谁承担？军中有事我听他，就是那天公的他，我来报。千岁，母亲。延昭的苦心，让千岁母亲能明察秋毫。你连本狱之言都不听啊！你一意孤行，你莫怪应当。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元帅，莫小姐，请。莫小姐不在山台，来到三关塔营，有何贵干呐？请问元帅，小将军身怀何才？因我要帮助辕门何战？本帅为何腰斩重报？小姐心也明白，何必故意同问呐？这，哎呀，莫小姐，测试了吧？公敌。我与小将激烈力心头也心相印，公敌杀将忠报在案，真神我夫妻生死两离分。今朝请我得不战？陈建造请有请进。哦，倒要请教。谁不知
做太君老灵公，也是诚心找的亲。对呀对呀，莫小姐，此话要有分寸，我等怎能去报老辈人的更名？彼此归隐十分称，因好更是须刨根。且心要成年早起，我杨卓两家志同道合，策胆忠心，共保大宋江山。可是你与众报你？我曾子夜同来讨夜恨，独有一颗报国心。你既要全权爱国心，因我公自自过来得本送上报君名。提起宋生心月欢，想当年我家出行报宋廷，才知昏君太无道，心在也，却在我家三太根。从此我陪笔落草，莫苦在眼，为的是要报仇雪恨，在王亲公爹呀，我虽因恨受他却无色不还，不心。为之为今人称才张国兵，倒因一时论朝政，英勇实强勇无敌，出自南诏报国门，上要我归隐下山来，除非是论臣出自多少情，上要我归隐下山来，除非是莫家的冤深情明。听怕归隐一日往，我心头起初时常滚，归隐他是不为多情恨，多少个忠良做冤魂，我离身传报出来冤报冤，学来深仇应算情，真乃是38坡铁门城，了兵鸟马英往我见过门，归隐现在终须命他你家着残缺心头深，不难当得没有余所成山寨，恐破天门。
莫归营上交场，听儿军令。归营，恰听那燕王宣旨传谕令。归营，莫与汉元受成人，今日皆因农权兵。本与帝王宣旨意，我家的元首走向天下为后臣。我家元帅早些天下，莫下忠良天下，门生信息配忠臣。朝廷世子有故错，一酒一针为忠我。私碰与君，千行泪。来在与君心旁弟弟，你才求见之下，也可安慰了。弟弟，归营，杨元帅举业上会，少年在三关领兵挂帅，大破铁门。此事本欲以本罪之道，这是破城既然迫在眉睫，等不得圣上的旨意了。本欲说是由你挂帅出征，杀破天门。臣遵旨。受益。匹马御驾请随营，云瑞为我同用兵。三关破了，真君为见过牛马扫天门。可恨了帮吕万中原，为破天门塔阵，今日教场点兵请将，为令在军法从事。是，杨宗保听令。在。明日司令本部近日攻打牛女大阵，此城内西夏国公主王琼玉所败，凶险万分，外需精神一日，不得业务得令，叫暂听令。明日司令武切神马攻打乾隆城，不得业务得令。马亮听令。明日司令本部神马马不在乾隆城水笔之间，不得业务得令。八旗九妹听令。在。命令各令武
起神马，攻打大夫人，8级77岁，绝灭攻击为部队任务。得令。宋三军有兵法九龙四下节子。万岁有旨，三官元帅杨延昭节子。万岁！大宋承天皇帝诏曰：三官元帅杨延昭传上众位正与不准。莫归因是有文贪无略，真乃是在莫可在多年落草为口，历经乱道，谁推我大宋不宜从容。三官是有承认有杨延昭这张不可为此亲自谢恩，杨延昭节子。江才华，军民有所不顺。来，本与太王结局，演出四同亡命，在本与的上朝到所违反之前，不受军民。不言王前世，但望你军民为从，要不算万岁挂彩。一切有本与代替，你与我所说为朝父子。孙子。听子宣不允我胡传生我历经叛逃，理不正，今朝夕血泪恩，他不该把我归隐当三口。头送出行天苦艰，独自为地狱了路灭夫君。三官长义非我意，原是那阎王千岁把子分。我本想马个故事情中里，谁料想一腔热血浮动阎王啊，朗朗乾坤城中啊，务必自作多情在强词声泪，三官帅印万无帅，归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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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从今儿天乱地北，不辞归隐，我的妻呀。
却自己这余年过南家走进心子，好容易呀盼得远早些成，遂了乡亲空余分，今来起，朝廷天天关注谁，顾不理，总管你担心一片归因啊，混本已因我不归，只是那三怪回去受难了。桂英，小将军，桂英原想与你别上飞同胞，松射江山，谁知朝廷不容。我虽不认少年夫妻各自东西，可是总报我这次后帮你自己多加报酬。桂英，桂英，告辞了。桂英，太君，桂英，我英，桂英，桂英，三关城外风雨三关城内闹不许。其人不破铁门城，城宽路急要他决争。桂英，天不负一门尽忠义，不报私人命他你。今日里将的去年所美计，岂把这恩恩怨怨暂抛弃。不破夜月三五层，我可三岁也难忍。桂英，怎样破得铁门城？天大的事情化回尘。朝廷才有将才艺，苏唐讨公跟随你。桂英，你不能这样。桂英，你不能这样。元帅，你不能这样。桂英，桂英，桂英，元帅，桂英，桂英，桂英。别犯话，陶瓷无理，恰有理。国难家仇，远心飞。将士满腔赤诚，实乃安琪。
无啥一怒离他营，正中了第十圈套全见尽，无啥一怒离他营，他无人破天门云愁太低，中报岁用扫没了富帅，难与当年比。三关岁月众将士，真乃是不懂尘土，望有用力，忙工忙场，功亏一篑，三关难守，为安心。到那时，生灵涂炭，三湖水，白红天地，黎明起。佛教之下无还路，美好的河山是铁蹄。到那时，国破家亡，乾坤尊神州大地。今我去南去来，流难流。将我敬佩两难，嫂子爷呀，贵爷，你要挂帅成真呐！贵爷，你要以不死为仇啊！元帅，你要挂帅成真呐！辽皇在的千岁奉承报元帅，少不棍破我天门大阵，杨延昭提岁来进，提岁来进。莫怪云群冷清我从不能下这两分明清的花彩去才真。
车长王，你去紧随女大人，带我到青龙大城，请了这个三口。好，报。三官县红阳中报少卿女等下来。这推是。太公，青龙大人是有小国舅家人，谈也无妨。小妹倒有一计，有好计，快快讲来。那么归与杨宗保新生婚配，恩爱非凡。太公先将杨宗保诱在儿女阵中，得小妹接过了这个三官县中。那么归知道杨宗保被指定算通信结水，无心贼转，不怕这个三块不中我打了刀下之鬼。好计，好计！是村里去紧随女大人，待我将他引将进来，去，请。